迎光臨黃大仙站。以下使用引導徑前往月台及校務中心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月台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2個分叉口右轉，再沿引導徑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樓梯。到達月台後，左邊為往調景嶺方向之月台，右邊為往黃埔方向之月台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1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2個分叉口左轉，再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升降機。到達月台後，左邊為往黃埔方向之月台，右邊為往調景嶺方向之月台。而要前往校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校務中心。